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靜觀動樂嘅運動影片。喺做運動之前，我哋一齊睇下注意事項。檢查環境係咪安全，有冇着適合嘅運動服裝同埋鞋襪，避免食得太飽或者太餓嘅時候做運動。身體狀況係咪合適做運動呢？如果運動期間覺得唔舒服，請立即停止，尋求專業人士嘅意見或盡早求醫。請按個人嘅身體狀況選擇進行影片中全部或者部分嘅運動。大家好，我係 Carrie， 今日會同大家一齊做下肢伸展嘅體適能運動。我哋需要一張穩陣嘅凳啦，然後咧我哋嘗試下打開雙臂，前後喐動下，係檢查一下咧附近係咪有足夠嘅空間去應付我哋嚟緊嘅動作。做運動前咧，想提醒一下，進行伸展運動咧，表面身體姿勢嘅動作咧，其實只係參考，唔需要追求或者比較咧其他人嘅幅度嘅。最重要咧係對自己身體嘅覺察同埋感受。咁就我哋而家咧嘗試調整一下坐姿，咁就大概係坐喺凳嘅一半或者前1/3嘅位置。咁就你係真係坐喺坐骨嘅上面啦。雖然有椅背，但係我哋唔好挨住個背脊嚟做嘅。兩隻腳掌係平均嘅力放喺地板度，膝頭哥大概90度角。嚟緊咧，我哋嘗試下吸氣嘅時候手升向上，慢慢呼氣嘅時候手慢慢放低。再嚟吸氣，手升向上，呼氣慢慢下降。俾多一次，吸氣，手慢慢升起，呼氣慢慢下降。嚟緊嘅動作，希望你咧個呼吸同個動作咧連結埋一齊嘅，感受下身體裡面嘅反應啊！吸氣嘅時候鬆膊頭，手垂後。胸口微微推前，眼望上。呼氣嘅時候，手移前找膝頭，一路窩心口拱上背，眼望肚臍。再嚟吸氣，手拉後，胸口微微推前，眼望上。呼氣，手移前找膝頭，一路呼上背拱後，眼望肚臍。再嚟吸氣，手垂後，胸口推前，鼻尖向上。呼氣，手移前，窩心口拱上背，眼望肚臍。同一個動作，我哋會來回做多2組嘅。吸氣嘅時候，手垂後，胸口推前，鼻尖向上。呼氣，手移前找膝頭，窩心口拱上背，眼望肚臍。好，最後一組，吸氣，手垂後，胸口推前，鼻尖向上。呼氣，手移前，窩心口拱上背，眼睛望肚臍。3、2、1，好，吸氣回正，返中間。係啦，隨時咧，我哋翻中間嘅動作嘅時候，你可以調整翻你嘅坐姿，感受翻你個坐骨係咪真係坐穩張凳，腳掌係平均嘅力踩穩地下。然後咧，我哋會做一個提踭垂低腳尖嘅動作。我哋嘗試下慢慢將你個左腳嘅腳踭升起，腳尖垂低，啱啱掂到地板。咁我下腳面正前方有少少拉長或者拉扯。我哋會左右交替嘅。左腳慢慢下降，右腳慢慢升起。重複嘅動作逐下感受你腳面一下比一下拉長，右腳下降，左腳升起。再嚟，左腳下降，右腳升起。逐下感覺腳踭升，腳尖掂地，腳面拉長。好，再嚟落去，左腳升。交替右腳升，左腳升，右腳升，來回我哋會做多3組嘅，左腳升起，右腳升起，左腳升起，右腳升起，最後一組，左腳升起，右腳升起，
好，慢慢下降，嚟緊係相同嘅動作啊嚇，類近嘅動作。手仔咧可以少少綁住個凳邊，引領你個身體坐翻直，坐穩坐骨。再嚟嘅時候，左腳提腳踭，腳尖慢慢掂地，然後嘗試再升高啲，大髀拎高少少，膝頭哥拎起，腳尖離地。大髀面可能會有少少攰啊嚇。好，慢慢下降。右腳提踭，垂低腳尖，然後慢慢升起離地。再嚟慢慢下降，左右交替重複動作啊嚇。左腳慢慢拎起離地，放輕；右腳慢慢拎起離地，放輕。逐下做嘅時候，雖然個膝頭哥大腿想拎起，但係要注意你個坐姿都係坐直㗎嚇。再嚟下降，右腳升起，左腳慢慢升起，右腳。好，兩邊交替做多3組，左腳、右腳、左腳。感覺下你腳面拉長，大髀可能有少少攰，右腳。左腳、右腳，最後一組咯喎，左腳、右腳，兩隻腳放翻落地下，坐翻正個人，調整個坐姿啊嚇。再嚟嘅時候咧，我哋都係會拎起腳嘅，咁但係咧今次拎起咗之後咧，要嘗試將隻左腳拎起，點開，大概45度角，然後右腳拎起，點開45度角。咁我哋會開合嘅動作，左腳翻中間，右腳翻中間。每次翻中間可以踩穩啊嚇，左腳拎開，右腳揭開，左腳翻嚟，右腳翻嚟，開合來回做嘅，左腳揭開，右腳揭開，左腳回翻中間，右腳回翻中間，再嚟打開。打開，翻中間，翻中間，俾多2組，打開，打開，中間，中間，最後一組，打開，打開，中間，中間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咧，我會嘗試將隻動作去翻打開嘅，左腳揭開。右腳揭開，腳掌要踩穩，感覺下嚇。而家你有機會咧，覺得大腿內側有少少拉扯嘅，咁如果太拉扯咧，去微調下隻腳仔，唔需要擘咁開，可以收翻窄少少。然後吸氣嘅時候，兩隻手喺外側升起，慢慢呼氣，幫我將你隻左手嘅前臂晾喺你隻左腳嘅大腿面，個身體又微微打側嘅，可以嘅。我喺呢個位置度吸啖氣。呼氣嘅時候，慢慢將你隻右手掃向右邊嘅天花板，視線望向右上角。3、2、1，右手旋個半圓形落返嚟，吸氣，兩隻手再一次升起。呼氣嘅時候，右手放低，擺大腿，係啦，吸氣拉長左邊身。呼氣，慢慢將個動作掃向右，眼尾睄向左上角。3、2、1，吸氣返嚟中間。我哋會重複多一組啊嚇！呼氣，左手放低，再嚟吸氣拉長右邊身。呼氣，慢慢將個動作挨向左，眼尾望向右上角，胸口微微推前。3、2、1，放輕吸氣，返中間。呼氣，右手擺喺大腿上面，吸氣拉長左邊身。呼氣，輕輕將個身體側向右。眼尾睄向上，胸口微微推前啦。3、2、
2、1，好，吸氣回正，呼氣手落返嚟，係啦，仍然保持住兩隻腳仔係打開嘅，雙手可以扶住凳嘅兩側，引領個身體坐返直嘅。然後咧，今次我哋就又嚟升起腳踭，垂低腳尖，但係咧 keep 住隻腳係打開嘅，左腳慢慢拎起，降低，右腳拎起，降低，左腳，右腳，左腳，右腳，左，右，俾多兩組，右，最後一組，右。大家嘗試兩隻腳一齊拎起腳踭，腳尖輕輕掂住地板，大髀有力，恥骨微微推前，挺直個身體。3、2、1，好，放輕，踩翻低腳踭，兩隻腳回翻去正前方。咁咧，啱啱做到個動作嘅時候咧，其實可能你一路做咧，重複嘅動作，可能你會覺得個大髀內側、大髀面有啲攰嘅。咁有陣時拎高嘅動作咧，唔需要話真係太高，你去追求個幅度嘅時候咧，有機會你會做咗捲腹寒背，咁就冇咁好啦。寧願係坐翻正個人，個動作唔需要太大嘅幅度，保持坐直嘅。係啦，然後咧嚟緊啦，我哋就要嘗試將你兩隻手拎出嚟，我哋去前面咧去拗你個左腳嘅大髀底，找到左腳嘅大髀底之後，吸啖氣，將隻左腳抱高，好想貼住自己嘅身體。咁啊，手要用力嘅喎，手踭會壓開嘅，挺住胸嘅，吸氣呼氣，手用力，好想抱貼啲雙腳。好啦，保持住呢個動作嘅時候，你嘗試幫我轉下腳腕啦，轉下腳腕，你個腳尖好似喺前面畫嘅圓圈咁樣，反方向轉下腳腕。好啦，如果 OK 嘅時候咧，腳尖咧就再一次垂低，咁我將兩隻手咧嘗試抱小腿嘅正前方。吸啖氣，呼氣嘅時候再大力啲，好想將個大腿、膝頭哥逼向身體，個人坐直嘅，頭頂頂住個天花板。留意下膊頭唔好縮咗上二珠，旋翻開個膊頭，沉低你嘅肩胛骨。可能手臂有啲攰啊。3、2、1。可以稍微將隻手放輕，然後咧你隻右手去傍住左腳嘅腳腕，將佢打橫擺喺右腳嘅大髀面，係啦。咁你自己要調節嘅。咁有陣時啲同學咧，佢會將個腳眼擺咗喺個大髀面咧，咁就會有啲冤臂難受嘅。咁你可以自己褪出褪入。有人要注意咧，就係腳腕位置大概係要90度角。一陣間嚟緊做嘅嘢，你要 hold 住，右手摸住自己個腳腕嘅位置，盡量要去90度角嘅。係啦係啦，拖住唔係拖腳前掌，攞腳腕度啦，看住等佢有90度角。咁你隻左手咧就會輕輕摸住你個膝頭哥對上嘅內側，係啦，唔好摸膝頭哥，摸膝頭哥對上嘅內側。咁啊，手指咧可以向外飛開，手指向外就唔好抓住自己，淨係得個掌心、掌根掂到嘅啫。係啦，好啦，跟住之後咧就坐翻正個人啊，調整，坐翻直，坐翻正。你隻左手由上而下嘅力，上而下嘅力，慢慢一下一下去推壓你個左腳。咁而家喺度推壓嘅時候咧，你可能覺得咧左邊個髖關節個較位有少少夾下夾下嘅，咁啊當係俾少少熱身佢，輕輕感覺下。3、2、1，好啦，放輕下，俾佢休息一陣。吸啖氣嘅時候，兩隻手仔向上升起。呼氣嘅時候，慢慢將你個身體轉向左邊，右手落嚟找左腳大腿外側，左手扶住凳嘅邊，係啦，擺好咗呢個位置。吸啖氣，嘗試坐穩，坐直啲嘅人。呼氣嘅時候，右手手踭微曲，手臂用力，好想搲住個大髀，轉深少少，眼望左邊嘅膊頭。
一路感覺個肚皮有少少扭動，甚至乎你覺得而家呢刻呼吸有少少困難。3、2、1，好，放輕吸氣，回返正前方。呼氣嘅時候，慢慢將個心口擰向右手邊。咁你隻左手咧會扶住你隻左腳嘅腳掌，係啦。右手咧其實扶凳嘅邊個位置冇乜所謂嘅，你可以借力摸到高低咧，可以自己調節，係啦。吸啖氣，坐返直個人。呼氣嘅時候，左手手踭微曲，用力搲住自己隻腳仔，好想擰後多啲啲。眼睛就好想睄向右邊嘅膊頭，感覺下肚皮嘅轉動。咁就要注意下啦，一路停留感覺肚皮嘅扭動嘅時候呢，感覺下兩邊膊頭要平衡嘅，唔好高低膊。3、2、1，好，放輕吸氣，回返正前方。呼氣，手仔落返嚟休息。係啦，跟住之後呢，你隻左手幫我抓住你左腳嘅膝頭哥，手臂用力幫我將隻腳抱上嚟正前方，垂直咗你個小腿嘅。咁而家呢係隻手臂好攰，隻腳係完全放鬆嘅。右手畫個半圓形，扶住個凳邊，引領個身體坐返直啲。呢個時候幫我調整一下，將你嘅人坐返喺凳嘅前1/3位置。因為坐後咗呢個凳凹嘅，咁你就會捲咗肚，寒咗背噶啦，褪翻前少少。咁啊，左手手臂好攰喎，因為抓住隻腳，腳係完全放鬆嘅，手嘅力幫我抓起去，揭開，送前，拎翻去中間，咁樣去揭開，送前，拎向中間，好似幫個腳仔打緊一個大嘅圈圈。手臂嘅力啊！係啦，感覺下自己個較位，呢個咧就會難啲嘅，咁樣可能會好啲嘅，抓住佢，係啦，然後拎起，旋開，係啦，咁啊旋個幅度咧，各人有意㗎，冇乜所謂嘅，最緊要係你手臂幫隻腳去轉圈，感覺下你個較位，3、2、1，試下反方向得唔得咯？拎翻嚟，推前揭開，抽翻埋身體正前方，推前揭開。手臂有啲攰啊嚇，可以借吸氣嘅時候坐翻直個人，右手傍住張凳，引領個人坐翻直啲。3、2、1，好，動作回翻正前方。咁你隻左腳咧喺翻正前方，右手幫我傍住左腳嘅小腿，抱高啲。然後左手喺個小腿嘅前方攬實，將隻左腳攬向右邊嘅側身，啱啦，好好啊，係啦，貼身體嘅，貼住身體嘅，係啦。然後你隻左腳稍為傍住，右手打開，埋尾挨前攬晒成隻左腳。當你一攬嘅時候咧，你個身體咧，你個心口會同個大腿夾埋咗，好想將個人夾扁啲。坐翻直，喺呢個時候咧，你個左腳嘅 pat pat 外側會有少少拉扯嘅感覺。咁啊，吸氣呼氣啊，呼氣嘅時候手臂好有力，好想抱高夾扁啲嘅動作。咁你就會感受到咧，左腳 pat pat 位置個拉扯會放大。如果你好享受感覺到個拉扯，而又想再多啲啲嘅話咧，可以慢慢將個重心微微挨後。繼續抱實，咁可能你手臂咧有啲攰嘅，微微挨後，係啦，咁啊左腳 pat pat 位置嘅拉扯會放大。3、2、1，好，可以放輕，將隻腳放翻落嚟啦。咁就放咗落隻左腳放翻落地下嘅時候咧，你又可以調整一下自己坐姿咯喎，坐翻靚啦，凳嘅前1/3啦，然後將隻左腳向前俾個剔自己，要勾起腳腕，腳趾向上，好好喎，呢個 OK 啦。咁然後咧，我哋一陣會做前彎嘅動作嘅，做前彎嘅動作咁咧，我就想將隻右腳
向外側擺45度角度啦，唔好阻住自己嘅身體污前。係啦，佢應該要踩45度角得嚟咧，都要90度角。係啦，佢可以支撐住你，因為我驚你前彎嘅時候會個人撲咗向前。係啦，即係右腳咧，其實係幫手嘅。當你前彎，你個身體前彎嘅時候咧，就右腳會幫手少少固定你個身，唔好真係俾個人撲前嘅。係啦，咁然後啦，我哋兩隻手向前舉起，吸氣。呼氣嘅時候，手拎落嚟，向你隻直腳慢慢呼氣，向腳尖方向移動，升上嚟吸氣。好，手落去，向直腳移動，呼氣。再嚟上嚟吸。嗱，當你呼氣落去嘅時候，你可能感覺直腳後跟有拉扯啊嚇。呼氣落，一路感受你嘅身體俾你落幾多。再嚟呼氣落，上嚟吸，呼氣落，上嚟吸，俾多兩組，呼氣落，上嚟吸。最後一次，呼氣落，上嚟吸。好，手落返嚟回正，將你隻左腳收返埋嚟，踩返穩腳，踩返穩腳掌。好啦，再一次調整你個坐姿咯喎。咁咧，而家咧你隻右腳啱啱去嘗試拉個腳，左腳拉個腳後跟啦。我哋就要玩少少遊戲俾你挑戰下啦。兩隻手擺喺凳嘅側邊，坐返直嘅人，吸啖氣。呼氣嘅時候，嘗試將你隻左腳腳踭向前掗直，係啦，要感受下喎，唔可以為咗掗咧而寒背捲肚喎。你依然係坐得咁直咁靚嘅。好，落返嚟，腳掌放低休息，再嚟吸氣呼氣，腳踭向前掗，大髀好攰㗎，慢慢落返地下休息，俾多兩次，腳踭掗前。落地休息，最後一次腳踭掗前，感覺個大髀面。3、2、1，好，休息啦，可以鬆一鬆隻腳仔，係啦。OK， 跟住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咧同一組嘅動作，我哋會嘗試做埋你隻右腳嘅，嘗試做埋你隻右腳嘅。咁啊，調整坐姿啦，褪翻去坐翻凳嘅前1/3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就會將隻右手去攞你個大髀底，係啦，兩隻手一齊去摸住個大髀底，吸啖氣，將隻腳鋪埋自己身體度，係啦，慢慢呼氣吸氣，手踭微微壓開，胸口挺前嘅，上背挨直，係啦，呼氣嘅時候好想將你嘅大髀抱貼啲身體。幾好啊，幾好啊！好，試下你個腳趾尖去畫埋圓圈，甚至乎你可以將隻手褪去小腿嘅正前方，係啦，腳尖逆方向畫圓圈。好，腳尖回正，吸氣拉返直個人，呼氣手臂用力，好想抱貼啲個大髀。3、2、1，好，手可以稍為放輕，左手傍住右腳，晾喺隻左腳大髀面，然後拖喺腳嘅後，係啦，腳掌嘅後方。引領個腳腕咧係保持90度角，然後你隻右手摸膝頭哥先，沿住個膝頭哥移向大腿內側，係啦，手指向外，掌根摸住啲肉，係啦，好，吸氣坐正，呼氣嘅時候手臂由上而下嘅力壓下你隻右腳。感覺下個較位有少少叫下叫嘅感覺，係啦。咁啊手臂嘅力啦，咁啊仲要提醒自己要坐直個人喎。雖然而家係隻手做嘢，但係就唔好立咗，係啦。3、
2、1。好，手可以停低啦，吸啖氣，兩隻手喺身體外側升向上。呼氣嘅時候，我哋將個心口一齊移向右邊。係啦，重複頭先轉腰嘅動作喎，將你隻左手抓住右腳嘅大髀外側，右手扶凳邊，幾好啊！吸啖氣，坐到最高最直。呼氣嘅時候，左手手踭微曲，搲大髀用力，好好啊，好好啊！視線好想望到自己右邊嘅膊頭，感受肚皮嘅轉動。3、2、1，好，放輕吸氣，翻上嚟正前方。呼氣嘅時候，將個心口轉向左邊，右手扶右腳腳掌外側，腳板，唔好意思，係啦，腳踭位，左手扶凳嘅側邊，吸啖氣，坐高坐直。呼氣嘅時候，右手手踭微曲，手臂用力，好想將個動作擰向左邊多啲，係啦。留意膊頭唔好高低膊，係，而家靚啦。一路呼吸嘅時候，感受下肚皮嘅扭動，好想挺直個人。3、2、1，好，放輕吸氣，回返正前方。呼氣嘅時候，手放鬆落返嚟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呢，你隻右手幫我抓住右腳嘅膝頭哥，攞去上嚟前面。咁啊，手臂嘅力，完全係手臂嘅力，抓住個膝頭哥。左手稍為扶住張凳，調整下，坐返去前面嘅1/3，可以坐得直嘅。係啦，手臂好攰㗎，手臂扶住隻腳，完全靠你手臂嘅力，抽埋嚟，揭開，送前，打圈喎，記唔記得啊？呢個可以咁樣抓住佢，係啦，拎埋嚟，揭開。不過你都坐得太後，你可以褪前啲會舒服啲，因為個凳會凹咧，你會有少少捲咗肚嘅。3、2、1，揭咗咯喎，係咪？反方向咯喎，抽翻埋嚟中間，送前揭開，係啦，隻腳係完全放鬆嘅，俾你隻手去幫佢打圈圈，係啦，嘗試挺直個身體望前面啦，唔好望動作嘅，一望動作你個人咧就會寒背捲肚噶啦。3，係而家靚好多。2、1，好，將個動作攞翻嚟正前方啦，係啦，跟住之後咧，你隻左手幫我打開，攬住你隻右腳，將佢攬向左邊，幾好喎！打開你隻右手，再抱實啲，係咪攬實晒啦？俾多一下左手。用力吸氣，抱高夾扁。咁而家咧，你個右邊嘅 pat pat 外側應該會有少少拉扯嘅。咁甚至乎你頭先攬腳嘅時候，你發覺咧個人嘅坐姿有少少歪咗咧，你可以褪前坐翻穩。係啦，將凳斜後咗，你可以慢慢褪前坐翻穩。喺呢個位置度停留，吸氣嘅時候手臂好有力，然後坐直個人，感受下右邊 pat pat 外側。攬多啲，唔係呢隻手攬多啲，然後再夾扁啲，咁係咪多啲感覺？係啦，叻啊！係啦，咁啊攬好咗隻腳要保持住望前面啦，個身體一路都係直嘅，頭頂向住天花板。如果你 OK 個拉扯嘅感覺承受得到咧，你可以微微將個重心挨後。咁你就會發覺個拉扯嘅感覺會再放大啲啲。3、2、1，好，手可以放輕啦，然後將你隻右腳擺喺身體嘅正前方伸直，係啦，勾住腳腕嘅，係啦，
然後呢就要幫我將你隻左腳踩喺外側45度角度啦，腳掌要撳穩嘅，係啦，真係有力幫我撳穩嘅。然後啦，兩隻手就拎出嚟，吸啖氣拉高。呼氣嘅時候，雙手向直腳移動，慢慢前彎，升上嚟吸氣，再落去呼氣，升上嚟吸，落去呼，升上嚟吸。落去嘅動作嘅時候，你會感覺到右腳腳後跟有拉扯，慢慢呼氣落，升上嚟吸，呼氣，俾多2次，呼氣，最後1次，呼氣，升上嚟，放鬆，係啦，然之後咧就可以收翻隻右腳埋嚟，左腳都擺翻正啦。跟住就小挑戰咯喎！嗱，做小挑戰嘅時候，甚至乎你擺翻正要注意你個膝頭哥唔好夾中間，保持兩隻腳係盤骨嘅闊度，腳趾、腳二指指向正前方，望下自己個腳內側係咪平衡嘅11字腳。係啦，兩隻手就扶翻喺凳嘅兩邊，坐翻正個人，吸啖氣。係啦，呼氣嘅時候將你隻右腳腳踭向前壓，感覺下大髀面，放輕收落嚟，休息，再嚟吸氣呼氣，腳踭向前壓，放鬆收落嚟，休息，吸氣呼氣，腳踭向前壓，收落嚟，俾多2下，吸氣呼氣，壓腳踭，再嚟。吸氣呼氣，壓腳踭，非常好啊！大髀面有啲攰，提自己要坐直個人啊嚇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收落嚟，鬆下隻腳仔先，係啦，可以咧，啲腳趾都可以揸埋鬆開，俾少休息下嘅，轉下腳腕，轉下腳腕，好，放輕吸氣，回翻正前方。以下嚟緊一系列嘅動作咧，我哋可能會需要用到瑜伽磚嘅，同埋咧會係側身做嘅。咁啊，如果屋企有磚嘅話咧，你都可以準備定磚啊，擺喺手嘅附近嘅地方，隨時可以拎到，可以幫手啊嚇。咁就磚就擺喺附近嘅位置啦。然後我哋嚟緊咧會側身嘅，嘗試咧將你個人打側，咁就左邊嘅大髀 pat pat 位置咧會啱啱坐正喺個凳邊。然後咧，如果你真係坐正咗啦，隻腳仔咧係離地嘅話咧，咁你可能就會需要一嚿磚晾喺你個腳掌嘅下面。咁如果你踩得穩咧，咁就 OK 噶啦。咁就最好要褪翻真係半個側身嘅。左邊嘅大髀 pat pat 會坐穩張凳，右邊大髀 pat pat 係完全喺個離開張凳喺個凳嘅外面嘅。咁呢個時候側身咗，因為得半邊身真係坐住張凳咧，你隻左手咧可以扶住凳劈。係嘛？咁然後啦，你隻右手幫我扶住你個盤骨位置，叉腰盤骨位置。喺呢個時候，你隻左腳係撳穩地板嘅，留意下自己嘅腳二指同腳趾公係指向正前方，係扭翻正腳腕。然後慢慢幫我將你隻右腳嘅大髀膝頭哥垂低指向地板，係啦，慢慢將你隻右腳褪後啊，腳前掌會揩住個地板，係啦。咁變咗你前腳踩磚或者踩地下嘅腳咧，係膝頭哥係90度角嘅，望望自己隻前腳，係啦。然後咧就你隻後腳，你隻右腳喺身體嘅側邊，大髀垂低，膝頭哥指向正下方嘅地板，腳前掌捉住地下嘅。喺呢個位置度幫我側身吸啖氣，望正前方得噶啦。呼氣嘅時候，你慢慢幫我將你隻右腳稍為捽後，少少褪，好想移後啲啲，令到個膝頭哥後過你個盤骨正中嘅位置。當你慢慢移後嘅時候，你會感覺到咧大髀面同埋你個褲頭嘅位置，呢個位置會有少少拉扯，係啦。
係啦，當你喺度移後嘅時候，你會感覺到你個大髀面、褲頭位置有少少拉扯，暫時咧你都可以係膝頭哥微曲嘅，係啦。咁當你一路停留喺呢個位置度嘅時候咧，你都要感受下你隻左腳踩地下或者踩磚都好，左腳大髀面咧其實有少少力幫我撳穩嘅。雖然係坐住張凳，但係你隻腳都有用力幫你穩定個姿勢嘅。喺呢個位置度，慢慢去尋找你右邊大髀面褲頭嘅拉扯。咁啊，吸啖氣，坐直望前。呼氣嘅時候，想像一下，你好想沉低啲你個褲浪嘅位置，好想跟住你個呼氣慢慢墜低。你會感受到咧，你而家拉扯嘅位置嘅感覺會慢慢地放大嘅。因為張凳佔住咗你，所以你唔會真係坐到落去。但係呢度呼氣，感受下你個褲浪嘅位置，好想坐向下。3、2、1，吸氣嘅時候踩穩隻左腳，撳穩腳掌。慢慢呼氣，將你隻右手喺前面伸直，身體正前方，鬆出嚟，慢慢升上去耳仔。係啦，升喺耳仔外側啦，引領你個上身拉正拉直嘅。喺呢個位置度幫我吸啖氣。呼氣嘅時候，後腳用力，好想掹走個地板，甚至乎掹直個膝頭哥。好好啊，好好啊！你會感覺到頭先大髀面褲頭位置嘅拉扯更加放大。喺呢個位置度用力吸啖氣，保持個人拉直嘅。呼氣，後腳加力，引盡啲。3、2、1，好，後腳膝頭哥放輕，右手扶落返嚟，放輕個動作啦。係，而家咧可以慢慢幫我手落咗嚟啦，少少側身，將你個心口移向正前方，但係我隻左腳仍然係踩住個磚嘅。呢個時候慢慢幫我將你隻右腳腳踭踩到落地板。腳腕位置好似45度角，係啦，打斜踩穩，身體要移前噶啦，慢慢將個盤你個 hip 褪翻去前面，係啦，你可以叉住個盤骨，慢慢提自己，好想擰翻正少少。喺我呢個位置，個盤好想擰正少少嘅同時，其實個左腳大髀仍然有力揭開，非常之好喎。喺呢個位置度咧，你可能會覺得左腳嘅大腿面同埋大腿內側有感覺攰啦，或者拉扯。右腳好有力硬住個地板嘅，踩得好實淨嘅，可以係啦，你可以踩翻前啲啲，係啦，係呢個靚，呢個靚，呢個靚 ，OK， 好好。好，喺呢個位置度幫我嘗試吸啖氣，打開雙手。呼氣嘅時候，慢慢將你嘅鼻尖、眼睛望向你嘅左手指尖，感覺下成個人好有力嘅，頭頂頂住天花板，前腳大髀撳穩，後腳腳掌用力片住個地下。3、2、1，好，可以稍為放輕手仔，鬆咗去。鬆咗手嘅時候，幫我將你隻左手嘅前臂晾喺前面嘅大髀嗰度。吸啖氣，呼氣嘅時候，你隻右手幫我喺前面畫個半圓形，慢慢升向耳仔側邊，胸口推前，眼睛望向右上角。而家啲力咧唔會聚晒喺隻左手度嘅，反而係左手嘅力量幫你拱住個大髀，一路挺個胸推前，係啦，你會揾到你個右邊側身有拉扯，吸啖氣，少少，係啦，斜少少，叻女，硬住個地板，硬住個地板，唔好飄，叻女。
3，一路係揭上背，胸口微微推前。2、1，好，右手回返落嚟，係啦。然後呢，幫我踩穩你隻左腳，稍為保持住，你可以扶翻你個盤骨，調整一下你隻後腳踩唔踩得穩，係啦，穩陣嘅。然後幫我吸啖氣，你隻左手喺你個左邊膝頭哥摸住，慢慢升上耳邊。呼氣嘅時候，右手畫個半圓形，擺去凳或者你嘅左腳左腰側，係啦。吸啖氣，拉直個人。呼氣嘅時候，上手微微拉後，好想拉後個耳朵。3、2、1，好，放輕回正，收翻落嚟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咧，你可以將個人咧褪翻去身體退翻正前方。順便有用磚嘅同學咧，你可以將個磚掃過另一邊，傳向另一邊。咁跟住咧，我哋會嘗試做埋另一邊咯喎。係啦，首先要調整翻個姿勢先啦。今次就輪到係右邊大腿底同 pat pat 係坐咗喺個凳邊度，左腳咧大髀同 pat pat 係完全喺個凳嘅外面嘅，右手扶住張凳仔。你可以記住提自己啊，你隻前腳咧係你可以坐前啲，坐前啲，成個係啦，坐前啲，你咁樣踩得實淨好多，係啦 ，OK。感覺下你隻前腳大髀有力，可以撳實壓實個地下或者壓實個磚頭，右手扶住個凳邊，坐正個人，左手叉盤骨。係啦，吸啖氣，拉正望前嘅，垂低你嘅後腳，感覺你嘅大髀膝頭哥首先喺正下方先，指住地板，然後慢慢用你嘅腳前掌捽下個地下移後，一路感受你慢慢一路移後嘅時候，你會揾到你嘅大髀面、褲頭位置有輕微嘅拉扯，攞到你 OK 舒服嘅拉扯 ，OK 夠啦，吸啖氣望前。呼氣嘅時候又想像一下咯，你褲頭位置好想沉向下。好，然後就幫我嘗試下吸氣鬆開你隻左手，呼氣嘅時候喺前面畫個半圓形，升向耳仔側邊。吸氣呼氣，好想你個褲頭墜向下。再嚟下個呼氣，後腳用力，好想掗走個地板，伸直個膝頭哥。你唔一定係伸得好直嘅，但係當你用力去掗嘅時候咧，你會感覺到你而家褲頭大髀面拉扯嘅位置會放大嘅。上手盡量靠近耳仔，引領你個身體坐直嘅。3、2、1，好，鬆膝頭哥，手放輕落返嚟。落咗手仔之後咧，慢慢幫我調整你隻後腳，將個腳踭踩落地下，兩隻手可以扶住個盤骨，將你個盤骨擰返去正前方。好好啊，嗱，擰到去正前方之後，你要微調你個坐嘅位置，係能夠有個位置可以俾你掗直隻後腳，係啦，要掗得夠直嘅。OK， 好啦，跟住之後咧，喺呢個位置你扶住個盤喺正前方啦，後腳腳外側片住個地板，前腳大髀有力撳穩，吸啖氣，打開雙手。呼氣嘅時候，慢慢將你嘅鼻尖視線望向右邊，後腳勁用力踩穩地下，好好啊！前腳大髀有力，好想個膝頭哥向環揭開，想像下兩邊指尖向外延伸，膊頭嘅高度就得㗎啦，係啦，3、2、
2日，好，鬆手踭，放輕，然後將你隻右手嘅前臂晾喺右腳嘅大髀面，左手吸啖氣，慢慢幫我畫個半圓形升向上，一路呼氣一路升向上，升到向上停留嘅時候，提醒自己右手嘅力唔係聚晒落大髀嘅，右手嘅力反而係挺住推走個大髀，令到你個胸口可以微微拱前，好好，一路感覺你個左邊側身嘅拉扯，非常好啊，非常好啊，下手有力拱大髀，胸口微微推前，係啦，攞到側身嘅拉扯，一路停留嘅時候提醒自己喎，前腳大髀有力，後腳片穩個地板。3、2、1，好，左手畫翻個半圓形落嚟。好啦，慢慢將你嘅身體回翻正，然後咧你可以又係叉翻個盤骨，感受下你隻後腳可以調整啊嚇，趁呢啲機會，前腳大髀有力嘅，跟住之後咧就幫我拎你隻右手出嚟，擺喺右腳嘅膝頭哥前面先，係啦，而慢慢地幫我嘗試將個身體好想移向或者望到你自己隻右腳，吸啖氣，慢慢將你隻右手升向耳仔側邊，係啦。好，升咗上去，一路呼氣，一路想像下你個褲浪，好想墜向下，腳仔勁有力踩穩。再嚟吸氣，將你隻左手鬆開，畫個半圓形，慢慢移向後面嘅腰側，踩穩前腳吸氣，呼氣嘅時候，好想你隻右手手臂移向耳仔後方。非常好啊，未必會有好大幅度嘅移動嘅，一路感受你個身體嘅拉扯。3、2、1，好，鬆後手，前手放鬆落返嚟，跟住之後慢慢將你個身體回返正，坐返喺正前方。係啦，坐翻正前方嘅時候又調整咯喎，我而家咧最後一個動作啦，嘗試咧揾翻你1/3嘅凳邊啦，係啦，一陣間個動作咧我哋都會做前彎嘅，咁可能咧你哋可能聽我做一次睇咗先，大概有個概念，係啦，咁等你知道點樣前彎咧就安全啲啲，咁咧我哋一陣咧會做翻我哋打開腳嘅動作，兩隻手咧都係摸膝頭哥先，一開始摸到膝頭哥啦，就會將隻手移向大腿內側，咁就吸啖氣嘅時候人會喺中間，呼氣嘅時候咧我會慢慢咧將個膊頭位置沉向正前方，個肚皮會有少少扭動，視線眼睛會望去後方，望向後面埲牆，啱唔 OK？咁喺呢個位置度咧，有機會咧你個 pat pat 可能會飄起嘅。咁你前腳要踩穩啦，咁就唔好真係話追求我要落好多，而真係離開咗張凳，令到個人仆前，啱唔 OK？一路係感受大腿內側，係啦，好，咁大家可以試一次啊嚇，將兩隻腳打開，褪前啲啲，反而坐前啲啲咧，有機會你隻腳踩得穩陣啲咧，你會覺得穩陣啲嘅，冇咁容易跌嘅。咁兩隻腳掌咧就唔需要真係橫向嘅，45度角度啦，係啦。腳趾45度角得啦，係啦，然後就擺好你兩隻手喺膝頭哥上面先，係啦，咁啊吸啖氣坐穩，拉直個人，係啦，呼氣嘅時候我慢慢將隻右手移向大腿內側，然後慢慢將我右邊嘅膊頭沉向正前方中間嘅位置，要直手，手掌根要推住，係啦，然後直手，要直手，係啦，然後就擰過去。係啦，手指可以肥開推住，啱啦。喺呢個位置度咧，你揾到你個大腿內側有感覺，肚皮有少少轉動，視線望向後上方。而家已經做到噶啦，係咪？感覺到大腿內側有少少感覺，哇！你做得好勁噃，呢度拱住咗啦，
係啦，一路沉個膊頭落去，扭住個肚皮升向上，啱啦，一路好想沉低右邊嘅膊頭，心口揭向左邊，眼尾睄向左上方嘅天花板。3、2、1，好，吸氣翻中間，坐翻穩喎，係啦，好，我哋再嚟咯喎，吸氣翻到中間之後，可以呼咗啖氣去調整你嘅坐姿，係啦，然後咧人就坐翻正啦，喺中間起點，吸啖氣，慢慢將你隻左手褪去大腿內側，啲啲得噶啦，呼氣，沉低你嘅左邊膊頭。扭肚仔，揭心口，望向後，好想右邊嘅膊頭揭向上，左邊嘅膊頭沉向下，你個肚皮會有少少扭動，左腳大腿內側有拉扯，後腰有拉扯，啱啦。甚至乎呢，我隻右手會撳住個大髀，少少借力拱，然後呢個就沉，一拱一沉，呢個就正啦。好想推直，係叻女，哇呢邊起得好靚噃。手指唔好抓得咁實，手掌推嘅啫，係啦，好靚好靚好靚。3、2、1，好，放輕吸氣回正。咁同一組動作，我想重複多一次喎，嚇。咁我頭先見到咧幾好喎，因為你知道享受到個拉扯嘅時候，一路追住底要小心啊，係咪追住個拉扯嘅時候唔小心跣到啊？好啦，我哋嘗試下嚇，兩邊重複多一次嘅，調整翻坐穩嘅，手擺膝頭哥上面先，係啦，一個正中嘅位置。好，吸啖氣，呼氣嘅時候慢慢將你隻右手移向大腿內側，膊頭慢慢地沉低，感受肚皮嘅扭動，心口揭向後，係啦，右邊膊頭沉低，左邊膊頭揭高，肚皮有扭動嘅感覺。一路扭住腰側位置啦，右腳大腿內側有拉扯啦。3、2、1，好，放輕吸氣翻中間，非常好啊！第二組我見到你大家個動作擺得好好啊，好，回正啦喎，喺中間位置吸啖氣，呼氣嘅時候左手慢慢移去膝頭哥大腿內側。然後慢慢地沉低個膊頭，感受下肚皮嘅扭動，係啦，非常好。而家隻右手咧係咪少少撳住隻腳嘅？佢會用少少力推，拱起你個右邊身，沉低個左邊身。3、2、1，哦，放輕吸氣，翻正前方。可以將兩隻腳仔拍翻埋中間，係啦。跟住最後咧有一個舒緩嘅動作㗎，我哋咧兩隻腳咧就擺翻喺正前方啦，盤骨嘅闊度調整翻，我哋坐喺凳嘅前1/3啦，然後吸啖氣，兩隻手扶喺凳嘅兩側，係啦，去翻你哋嘅坐正個人先，係啦，喺正中嘅位置，好啦，腳掌係咪11字腳？11字腳，係啦，11字腳。係啦，好，跟住之後咧，你嘅視線可以望住前面嘅地板嘅，感受下你個頭頂向正上方天花板嘅方向，然後慢慢將你個頭側向左邊，好似耳朵好想沉向膊頭，非常好啊，好似係個耳朵好想沉向膊頭，咁你會揾到你個右邊頸側有拉扯。好，放輕吸氣，翻中間，扶住啊，手仔要扶住張凳嘅。呼氣嘅時候，慢慢將你嘅頭仔側向右邊，鼻尖向前，一路好想右邊嘅耳朵沉向膊頭，左邊頸側有拉扯，非常之好。甚至乎咧，將你嘅視線望上天花板，好，放輕吸氣回正，呼氣再一次將個頭仔側向左邊，
揾到你右邊頸側嘅拉扯先。喺呢個位置度幫我吸啖氣，呼氣嘅時候咬住牙齒，幫我將你嘅下巴尖拉向左上角，拉向左上角，咬住牙齒，慢慢將個下巴尖拉向左上角，感覺下由你嘅下巴尖腮骨去到鎖骨嘅拉扯。放輕，將個下巴收翻落嚟，動作回正翻中間，吸啖氣，呼氣嘅時候慢慢將個頭側向右邊，揾到左邊頸側嘅拉扯，坐穩，吸啖氣，呼氣嘅時候咬住牙齒，將你嘅下巴尖拉向右上角。係啦，多啲有，而家先有。係啦，下巴尖、腮骨到鎖骨嘅拉扯，一路拉上去。3、2、1，好，放輕，頭仔回翻正前方。係啦，攞翻中間嘅位置，鼻尖向正前方，吸啖氣。呼氣嘅時候，慢慢將你個鼻尖橫向，好想向左邊，望向左邊，感覺你頸側嘅拉扯。好，放輕吸氣，正前方，呼氣，慢慢將個動作橫向，轉向右手邊。好，放輕翻中間，鬆咗手去，旋下膊頭，自然嘅呼吸，反方向。好啦，可以鬆下啲手腕腳腕，係啦，可以轉下腳腕，係啦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個練習就去到呢度啦。大家好叻啊！已經完成咗呢一節嘅運動內容啦。飲咗水未呢？如果唔舒服，記得睇醫生或者尋求專業人士嘅意見。下次見啦，拜拜。